这位大姐坐在孙妈妈的门前，莫非就是身家大姐？真乃男女有别，难以启齿。有了，啊，大姐，小生这厢有礼了。万里，请问君子是礼为何？请问大姐，这里可是孙妈妈的家中？真是。请问君子因何分弃家母？可称家母，莫非你就是孙家大姐？不管。呀，原来是孙家大姐，来，从前一礼。万里。请问君子到此何事？小生心不明凤是用人，就在这美福园街上举子，听说领导所养用鸡，小生我是来买鸡的。啊，君子，你看那旁用鸡倒鱼，这是母亲不在家，我不管做子啊。是此事嘞，小生我只好到别处去买了。是啊，请君子还是到别处去买吧。此次告辞了，不送。小生我告辞了。事不远送。不免留下一张他杀去，这婚姻不就有了眉目了吗？好似留下牛肉几丝路。
不清楚。这件事还需要我来想。成人姊妹不自满，身家门前开门我。开门，开门啊！外面是谁叫门啊？哟，你吕妈妈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。是妈妈来了。妈妈，你进不进来呀？耶，我来了嘛，怎么不进来呢？那你快进来呀！哎呀，你门啊关着，怎么进来呀？来了。快开门啊！哎呀，哎，快开门啊！来了。快开门啊！来了。哎呀，快开门啊！我站在两天都快好了。来了。快开门！来了。快开门啊！妈妈在哪里？妈妈在哪里？妈妈请进。哎，妈妈，你在高兴什么呀？哎，我在找你母亲啊！哎，你母亲呢？我母亲到普渡寺进京去了。哎呀，这个老不懂事的！哎，姑娘长了这么大了，把她一个人留在家里，又是来了个年轻公子，怎么来找你的麻烦？那可怎么办呢？妈需要见小女孩。哦，妈妈请走。走。哎，妈妈，你这几天为何不到女儿家来与女儿做伴啊？妈妈，我正忙着呢。忙些什么？哦，今天你儿子娃子儿媳妇养小呢。昨天来街上的张家发聘礼到吴先生家里去，所以嘛没有空。妈妈太辛苦了。所以得了什么？等到姑娘出家的那一天啊，妈妈我更要辛苦了呢。妈妈是来娶小女孩。啊，妈妈可要用茶。常来常往，不用客气。带我去倒来。妈妈，请用茶。这两美玉。晚好，晚好。妈妈，请用茶。姑娘啊，多谢你的茶。哎呦，妈妈，你杯请茶，不许。哎，常言说得好，让小人挑，别小人少。好了，这么不行。妈妈，你怎会讲我啊？哟，哪有姑娘你这样聪明？哎，姑娘啊，你头上插的是什么鱼啊？桂花鱼。桂花鱼啊！哦哟，真好啊！可是妈妈，我头上插的是辣子鱼。哎，姑娘啊，你母亲不在家，这个头谁给你梳的呀？女儿自己梳的。啊，梳的可好？哦，哎呀，梳的真好啊，鱼光鱼滑，这个花没有戴好。花。哎，喏。哎呀，你头发要走啊！走！哎呀，总在这里。妈妈，这是一只牛角。哎，妈妈，我活了这么大的年纪，
名字都看见过了，就是没有看见过牛肉，拿来给我看看。妈妈，一只牛肉，哎呀，没有什么好看的。哟，妈妈看看也不要你听，拿来看看嘛。妈妈，取不下来啊，带得上来有取不下的道理呢。第三。妈妈，你可要小心点啊！吓了我一大跳。哎，妈妈，你睡在这里看吧。这里看不起。妈妈，你睡在这里看吧。好，就在这里看啊。这个有虫啊，是他们。哟，这倒是个古虫，好正当起来啊！哎，姑娘啊，像这样贵重的东西啊，至于谈不上家财语啊。你家平安，这东西是从哪里来的呀？是祖母遗留下来的。你家注重三代的事啊，妈妈我都知道。没有这样的东西。既然妈妈知道，那我再告诉你吧。今天一早，你还在门外训练正鞋，是无意之中十来的。妈妈我一早赚大钱穿小样，不要说是一只牛肉，连根没关子也没有拾到啊。那是妈妈你没有这样好的运气呀。是啊，妈妈我年纪老了，哪有姑娘你这样好的运气呀？依我看啊，这只牛肉恐怕不是拾来的吧？那是怎么来的？是那个年轻公子送给你的吧？像这样失魂之问，哪有人家跑到宋君屋这里？我母亲不在家，你在这里胡言乱语。我不理睬你了。这个丫头都向我发起脾气来了。我都知道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耶，难道我有我说给你听吗？医生，你听着，医生，你听，医生，你听着，医生。少年夫那本愿，家一儿将六重对在门前。我在哪里看见你？我在那他子亲眼看见，没有听见，没有听见。好，那我就一起你看，你看啥？没有听见。你看啥？啊，他今小孙母真的娶了你呀！队长，希望没医生。哎呀，他走了，我还是回去吧。
哎呀，要是被沈家看见了，都说个难为情了。那么我来问你，放在妈妈是的对不对呀？啊？哎呀呀呀呀呀！我真是个老糊涂，姑娘长了这么大了，叫她怎么舍得出看你？哦，这样吧，你叫妈妈那个摇头不算，点头算，说对了你就点点头，说得不对嘛你就摇摇头啊。哎，放在妈妈说的对不对呀？啊？啊，哎，呀，到底对不对呀？妈妈啊，好，起来吧，起来吧。妈妈，哦，妈妈是与你闹着玩的呀。妈妈。被我看见了，那又不怪之理呢。不别妈妈。哎，姑娘啊，人家送给你一只牛钟，你也送给人家一件喜欢子吧。妈妈叫你送去嘛，也好成全你们一对。妈妈，像我家贫困，哪来什么喜欢子吧？是的，家道贫困，哪有什么喜欢子吧你？刚才你在门口做些什么？是我谁吧？拿来给我看看啊！